健康的大代志，先来讲热天唔若真翕热，紫外线嘛会伤目睭。眼科医师讲，紫外线会引发目睭的血管发炎，加上空气污染若真严重，目睭嘛受到 PM2.5的刺激，来生这个蓝山马，严重者视力阁会下降。讲要出门，挂迄种保护式的乌仁目镜，会当保护目睭。 日头遮炎，你若频繁挂乌仁的目镜，爱细日这会伤到目睭，因为紫外线的穿透力真强，较会造成目睭黄斑部病变、血管发炎，视网膜健康的导红灯。户外活动，紫外线没有预防，然后呢，最近这个 PM2.5的这个状况呢，又更加严重。 空污原凶之一的气加 PM2.5、红白沙，也是涂沙粉啊，若入去到目睭，会伫目睭的结膜组织顶面产生定皮，时间一个久会变成蓝山疤。较严重的会造成视力下降。医生特别提醒讲，最近3年来患者增加3成以上，南部是北部的5倍，可能是日头较炎的原因。另外，时常挂稳形目镜甲放大片的民众，嘛要细致。隐形眼镜的边缘就会造成这边的组织。 结膜的组织的慢性的刺激，慢性刺激以后，它的组织也会开始硬化。医生建议讲，目睭若红肿过敏，会使捂过冰了再去找医生。平常时若出外，爱记挂较大幅的乌仁的目镜，防止目睭长时间受到紫外线5.5的刺激，提早退还。